Hello Freya，我哋試下呢兩個字咯噃。我哋試咗上邊嗰個先，好簡單，得兩個 IPA 嘅啫。你逐個 IPA 示範下。一、二、U、好啊，夾埋啊， U、開估啊。呢個字咧，呢個音咧有兩個字都係咁樣讀嘅，一個就係 YOU 個 U，跟住另一個就係英文字母嗰個 U。咁啊，Freya，你再示範下，我想你個嘴型清楚少少。第二個 IPA 咧係點樣讀啊？你指住先，上邊，我想你再重複。第一個係好似 J 嗰個係 E， 係啦，佢個嘴唔使咁擘大嘅，扁嘴嘅呢個係 E， 係啦，你指好啲俾觀眾睇，係啦，係啦。第二個咧係啱啦，收完嘴，條脷係縮後嘅，咁樣咧夾埋咧就係點讀啊？U， 係啦，佢後邊嗰個 IPA 咧有個延長符號，見唔見到啊？你指清楚啲，係啦，呢有個延長符號嘅，所以係長少少嘅 U。你再示範下 U， 你望住鏡頭俾觀眾睇你嘴型 U 係啦。好啦，如果將呢一個字前邊加多個 IPA， 咁會係點讀咧？好啦，你逐個 IPA 示範下先。夾埋咧 Feel， 開估啊，就係呢一個字咯噃。佢哋個串法好似好冇關係咁，但係其實咧個音好似嘅，只不過前面加個音。Freya 再示範下邊嗰個字啊。Feel， 叻女。好啦，我哋一齊聽下字典點樣讀。U Few. A few of you feel nervous before the presentation. 你們中的幾個人覺得在演講前很緊張。